莫哲，我求你，这是你放过林天乐吧。林天乐，你来干嘛？我问你什么呢？我不想信的，但不关你的事，是吧？我死定了！你看你给我放胆放！好点了吗？你都看到了，林天乐竟然打我，我不会放过他。对不起。你不用跟我说对不起，更不用替林天乐说。我已经让律师去准备材料，我让他坐牢，谁也别想救他，你也别想救他。莫哲，你够了，别说了！我要让他坐牢。你在考虑？不让他坐牢！你走吧。莫哲，我是代表林家来跟你道个歉，啊。我知道这件事你挺生气的，天乐这件事做的不对，我批评他了，他也知道错了，所以我今天特意替他跟你道个歉来了。莫哲，大家都是生意场上的朋友，能不能互相忍让一下？把这个事儿就大事化小了。你呢，你开一笔数目，我们给你一笔赔偿金，就让这件事情过去了，行吗？让这件事过去的唯一方法，就是让林天乐去坐牢。莫哲，你可不行，不能这么做。天乐不能坐牢，林家的企业还等着他呢。他如果坐牢了，公司就没人管了。我真是没想到，林天乐居然让一个大肚子来给他求情，我对他很失望。不是他不知道这个事情是我自己要来的。莫哲，你看看有什么办法，咱们能妥善的解决一下，好不好？我累了，你们走吧。阿姨，你要干嘛呀？莫哲，这是一个孕妇，又是你的长辈，你忍心吗？阿姨，你快起来！别管我，莫哲。
我求你了，你放过林天乐吧。天乐真的不能坐牢，我们林家上下700号人都在等着他呢。天乐有什么做的不对的，我替林家大小跟你道个歉。如果你还不满意，我就一直在这跪着，直到你满意为止。你起来吧。哎呀，快起来呀！但是我必须告诉你，我一定让林天乐坐牢，这是我跟他的事儿。阿姨，快起来吧，地上凉，您快起来吧。阿姨，墨者这边死也不松口，一定要让你负刑事责任。很多方法我们都试过了，甚至张阿姨她，我们都想尽办法了，软的硬的都不行。看来他还是不愿意放过你。唉，你说现在的情况真是挺难弄的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们不会放弃的，会继续想办法的。你们就别操心我的事儿了，我自己的事情自己负责任，照顾好自己，帮我照顾好爸爸跟奶奶。墨者的脾气我很清楚，一旦决定的事情很难改变。兰妮，我知道这个挺难的，但我还是希望你好好的想想办法去劝劝墨者，因为他现在最听你的话了。天乐不能坐牢，你说林家的情况你也知道，这上上下下的都离不开天乐。哎，抛开这些不说，咱们想想天乐，你说他这么年轻，一旦要是进了牢里，他这一辈子就完了。所以咱们真的是想办法要把天乐给救出来，你再好好去劝劝墨者去。我会尽力去试试的。给你熬了点粥，还挺香的。那个，你能喂我一下吗？我这不太方便，实在。挺好吃的。墨者，妮妮，你别说了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。我只是想问你，如果现在躺在这儿的不是我，是林天乐，你会怎么想，怎么做？我真的想知道，你到底是心疼我，还是心疼他？为什么你为他做那么多？天乐是因为看到我的伤，所以才误会你的。这一切都是因为我，都应该怪我。墨者，你能不能看在我们这么多年好朋友的份上，
这次就放过天乐吧。如果林天乐是个男人，他就应该承担责任。别再劝我了，这只会让我更愤怒。就没有别的办法吗？除非你嫁给我。我爱你，妮妮，我真的爱你。我没有别的办法了。别怕飞得多遥远，把一切留恋停在分别之前。没什么会觉得遗憾，眼泪笑了的瞬间。感谢可以遇见你，才了解怎样感动。回忆就算只有刹那会永恒，因为你永留在我故事中，因为我依然爱你到